后来过来是桃园，伫个昨深夜10点半传出着庆声。警察伫个桃园路甲建成路口发现一台车弄红灯，要甲砸落来。这个驾驶是吹油门来逃走。3点钟后，警方伫个路边找到车，结果这个驾驶竟然是冲撞警车，搁逆向来逃走。原警今日去上到无辜的民众，是上准这个嫌犯的车辆连开5枪，这嫌犯乖乖束手就绑。警察手举棍仔，直直卡砸红玻璃甲车窗，看已经互警察包围变无脸，只好束手就绑。手背来，手下来，抬直啊，脚抬直往前走。后面跟你很久了，那边跑。驾驶互人压伫涂骹超身躯，就惊伊藏武器攻击。派出所专员出动，5台巡逻车、哪吒、围捕，沿途经过中路派出所头前，2个人开5枪，嫌犯才束绑。我睡觉听到的砰砰砰，再砰砰。他5枪，像在小孩子在玩鞭炮，在砰砰砰，一定是警察在抓着了。14号暗时10点半，嫌犯伫桃园的桃园路甲建成路口弄红灯，互巡逻警察拦查。不过伊拒绝临检，搁踏油门要选，结果秘伫中山路管府路口。不过3点钟后，就互人发现，顺中山路到建工路口，竟然弄警察车，搁专程转向。警方伫太冲沙街开5枪，最后伫中华路甲嘉东路口用6台剑术甲伊掠起来。该车沿途出现高速闯红灯、蛇行、逆向等重大危险驾驶行为，过程中并冲撞巡逻车，以严重影响行驶安全。驾驶规条路转向，搁超速要走，若弄警察车，搁弄到无辜的白色轿车，煞尾互警方敲出使毒品的工具，以毒品甲公共危险罪送办以外，弄红灯9摆，转向9改，搁无驾照驶车，相关会有14万的罚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